世界萬行帶，攏佇咱台灣新眼界。觀眾朋友大家晚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黃平仁。今仔日要來講雙骨輪挺骨節，筋骨血路安怎才會行佫袂塌？保留算美國仙丹也是 PRP 呢？成問愛找福建也是骨科才袂冤枉走一逝。今仔日醫師甲專家到底來討論。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，頭一位義大病院骨科醫師洪國燕。大家好，我是義大醫院骨科醫生，專門做運動醫學。那麼第二位是內湖恆信復健科院長，也是咱的健身教練 Scott 王思桓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思桓醫師。那麼第三位是前衛生署的副署長李良庭。大家好，觀眾朋友大家好。那麼第四位是咱老朋友金健康總經理洪淑卿。平您好，大家好。繼續咱來看，是安怎要來講這？前總統陳水扁的查某囝陳幸妤，那麼指控伊的前翁趙建明伊的醫術的問題。趙建明講伊的醫師啊，趙醫師醫療用品早登去厝的，甲注射。台南市衛生局前幾天去到趙建明的骨科診所來稽查，那麼認定診所違反醫師法及藥師法，要甲裁罰。那麼到底來看？前總統陳水扁查某囝陳幸妤發文出破啊，家己肩胛頭期間長期5年來攏是由前翁趙建明以保留酸類固醇治療實施下鬥。台南市衛生局派員去訪談趙建明甲診所職員，調查相關病例甲藥品交付情形。負責醫師表示，該病患從未到院看診過，涉違反醫師法第11條第1項規定。衛生局將依同法第29條規定，處新台幣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款。另外，查核發現，診所雖然有藥師調劑，也毋過佇調劑了後，無依規定佇藥單簽名，也是地印啊，違反藥師法第18條規定會依共罰。第22條處新台幣2000塊以上1萬塊以下罰款。哦，這張蠻多，不便宜啊！我太太也是花得下去。我不太好嗎？結果打了2針之後，現在在別家做復健啦。衛福部表示，醫師職業愛佇所在地主管機關核准的醫療機構，當照也是精神復健機構，也是經過中央主管機關認可的機構。台南市衛生局認定診所違反醫師法甲藥師法，會依法裁罰。記者綜合報道。觀眾朋友看這新聞已經看超過1禮拜啊，逐天連續劇。看到上尾其實已經唔是咧看骨科的代誌，但是咱是公共電視，咱無要講這八卦，要來講真正的你的健康的問題是安怎？這肩胛頭痛，注射看5檔，看袂好，是伊個人的生活習慣傷歹，所以呢，醫生啊，佮家己的翁，佮處理袂煞。這到底是啥物情形？我大家真好奇，我先請教洪醫師，這是。通常是什麼動靜的安尼？人講輕症的一抓，動靜2抓就好哩哩。5檔佫家己去處理，這安怎可能是什麼代誌？這個我個人會覺得說，還是要看說我們的診斷是什麼啦。就是我們要判斷說，現在我們的不管是關節疼痛，還是我們的肩膀以及膝蓋疼痛，是到底是我們的肌腱韌帶造成的，是發炎、是損傷，還是說真的是一個軟骨退化？那這個都會讓我們決定說要用哪些方法去做注射。對，那不同的注射當然會有不同的效果，這個也是要看每個醫生的手段。是。那是照洪醫師你的經驗來講，咱莫講迄件代誌。那你的經驗，你敢有病人互你注5檔醫療5檔伊袂好的？5檔哦。咱無要攻擊人哦，就是講你的經驗內面。我感覺嘛是愛看真正是什麼情形呢？因為主要是還是說，今天如果我們遇到的情況，它是一個關節軟骨的退化，那老實說啦，打什麼都是緩解而已，打什麼都是暫時，因為那個本來就是
軟骨它隨着年齡退化磨損掉了。那你說，不管也許我們不管說打 PRP 也好啊，玻尿酸也好啊，也許有的人打類固醇，那這個本質上呢，大部分能做到了不起是緩解症狀，還有減緩退化速度。但是真正要能夠逆轉軟骨，讓它回到少年的時陣，這可能應該是無可能啊，無啥可能。我講多年前，我超強要超17、18當進前，我這個髖關節啊，走去到南部大病院，不是恁兜啦，會甲我講迄個超音波震動，會增生啊，迄組織會增生，創超，但是伊甲我隨看，伊講啊，你這超過50%啊，你這來創也無效。所以意思是安尼，就是講你的損傷，若是超過某一個程度，這應該就是加是互你較袂疼爾。是啊，主要是講，嘛現在看內底現在軟骨損傷到什麼程度？那是如果今天是一個比較前期的損傷，那也許我們可以靠一些，不管說。像我們這裡提到的 PRP 啊，或者是我們的一些軟骨再生手術，這些的有可能讓軟骨稍微的緩解，或者是有一些再生。但是今天如果到第3、第4級以上的話，那其實走到最後的最終解，大多是要考慮換人工關節啊。人工關節其實是走到最終的末路，最穩定的，最無法度，真正無法度啊。最後一步，那我們就是考慮換人工關節。但是目前的人工關節，所以您骨科醫生是不是跟齒科醫生同款就是？非無必要，無要甲你挽喙去，盡量用你本來的骨骼落去創。是啦，因為像我們是運動醫學的吼，大部分會比較強調保息的概念啦。主要是講我們原生的關節再怎麼樣，它的活動度還有它的一些極限運動功能還是最好的。像我換了才75度啊，爾。是啊。連去後面摕衛生紙都無法度。是啊是啊，這還是有限制嘛，是啊是啊。所以這觀眾朋友頭一個你聽超過5分鐘，你就知影第一，非必要真正無法度再來換這頭一個。第二個，頭先醫師已經講啊，什麼 PRP 啦，這個美國仙丹啊、類固醇啊，這咱小等再來講我要請同款的問題要請教王醫師，你講我醫個同一個所在，同一個病人5檔的。唔辦哈，唔辦哈。我推敲一下了哦，因為陳信宇小姐她大概50歲，對不對？女性，依照這個年齡、性別，我們最常見的2個肩膀痛的原因，那就是50肩，跟那個肌腱的撕裂傷。50肩這個東西哦，它是一個肩膀裡面的囊發炎，它一般來講大概1年到2年之間會好。拖久一點有2年多5年的我是沒有看過5年真的。那真正像這韌帶的斷去嘞。韌帶斷掉它會痛很久，比如說3個月、半年的大有人在。可是大部分的人呢，第一個他可能慢慢變不痛有些人會這樣，他就是斷掉了之後，他變成手比較沒力氣。可是你問他說很痛嗎？也還好，潤掉呀，就是比較酸軟但是其實手不會說很痛，不會說那種都完全沒辦法舉，不會到那個程度。所以5年我是覺得聽起來覺得這個比較特別的案例啦。一般來講，我認為1、2年很常見，2年以上比較少見，5年是真的沒遇過。小等再來請教2位到底什麼叫 PRP， 什麼玻尿酸啦？雖然我攏做過啦講觀眾朋友聽。今仔日特別請副署長來就是副署長特別甲咱講，其實因某因牽手嘛是面臨本來是要來換人工卡頭屋，是安尼講嗎？這超幾檔進前？23檔前，拄好我衛生署副署長落來迄檔。23檔進前，迄陣講開刀要偌濟錢？迄陣講要20萬，若即馬咧算起來差不多不止40-50萬啦。哇！後來是安怎免開刀免住院？因為我甲就伊本來伊就罵我講，我毋是骨科醫生，袂曉看。我講無要緊，你互我看。我甲伊照一個迄個核磁共振，照了我講無啊，你擺軟骨好好啊，哪有啥物碎裂咧安尼講起來都有點
歹勢講誤診的感覺啦吼，啊，伊就半信半疑啦。我講啊，你就得食藥啊嘛吼。所以伊的症狀是會痛。嘿，啊，第一食藥嘛，啊，第二運動啊，有運動就倒咧溫泉頂就好啊。倒好病，我甲你骹夾起來放落去，骹夾起來放落去，逐工做100個安尼吼。啊，你若陣有力，再個爬起來，個爬去迄個架頂吼，一階就好，上一階下安尼，哦，上下練迄個角度。頭前是練這個武術頭肌。光榮大學的排球選手，逐工都咩爬架落架，爬架落架。啊，練頂面的肉甲下骹的肉，你行路就靠肉行，袂靠骹碗行，你自然就袂疼。所以23年後，今日無咧講伊骹碗疼。但是迄陣時，伊是看骨科醫生，啊，甲復健科攏有去看過嗎？榮總也看，郵政醫院來看，台大嘛看。哦，這3位攏骨科有名的呢。對。哦，但是我唔是要講誤診的代志，是講那以副處長你的意見來看，如何要來判斷講免換還是愛換？這是你當初時你是用什麼直覺，還是講事實就是安尼？你看，第一就是咱拄仔一直在討論這個代志，正確診斷。哦，你不管你骹碗疼好，肩胛頭疼好，對疼攏會使。你啊對外口一直看，到內底入去，皮膚有問題無？我以前青皮蛇生佇咧肩胛頭誒，你頭髮肩胛頭疼，根本就是迄個咧疼。嘿，啊你毋甲衫甲拋開，講啊這明明就是皮蛇咧疼，你閣甲做啥物事嘛是共款啊吼。啊，過來是肉，啊肉就是看你有運動去受傷無？都兩個專家有講過啊嘛吼。甲韌帶有去受傷無？哦，啊，甲迄個關節內底有發炎無？啊，甲是骨頭本身有啥問題無？哦，啊，這樣當懵懵看看無啥代誌，過來再驗。啊，你有風濕症無？你有一寡自體免疫的疾病引起這疼？你有腰酸胸胃管，所以造成疼風真少到肩胛頭啦，疼風是腳踝、骹腕迄個腳底遐啦，遐較濟。哦，啊，甲上濟，互你到，哇，這個手肘呀，手骨啦，手後翹呀，真少走到肩胛頭是。這個是後翹吧？嘿啦嘿，安尼爾，啊，所以疼風應該無可能疼到這，啊，所以你若講健康診斷講，這若是風濕症，風濕症咧疼你閣安怎甲換，安怎甲創嘛無一定有效。唯一的方法就是止疼藥要上好，消炎藥要上好爾，啊，但是要注意伊的胃好啊歹啊。你要食落去，胃潰瘍大出血，這啥大條啊？嘿。但是處長，你迄陣時主張講，啊，伊就盤月骨吼，盤月軟骨，啊，就好好啊。係啊。啊，無需要來整個換置換就這個人工關節，這是你醫學院的這個訓練，還是講你後來有去請教到真濟同業來講啊，這就好好就免換？無。咱家己的頭殼家己想嘛，知影講，啊，都好好是要換啥物？啊，就表示講你會聽到，若毋是我拄仔講的迄有風濕，還是講迄個內科病。但是我講，還是恁做醫生的人，較有這個insight啊。係啊。那一般人要安怎？我都要問哦，蘇經理啊。啊，那一般人就我講白，我若是身軀人疼骨折，我就連找復健科還是找骨科。多一科我都唔知呢。確實啦，因為一般民眾我哪知影我疼呢嘛，啊疼我知影我是啥物部位嘛，啊想講啊無來看骨科，啊無來復健科，啊想講去復健科就講你是毋是用個甲我瞧瞧我就好啊，啊去骨科就想講啊是毋是一定愛換關節，大家唔知影到底啥物情形，因為迄疼我哋講啦，有當時吼就像頂我咱副處長講的，根本就唔知影哪疼，我講一個同離譜的案例好啊吼。之前我拄採訪迄個一個較少看到的病，叫做漸凍人病吼。啊，迄當陣啊，我就問迄個請教迄個醫生，伊講真正是因為這個病太少看到吼，真少，所以可能一般醫生一世人嘛捌看過一個。
啊，所以可是伊專門看這個漸凍人症嘛，是神經科的。伊講說伊有病人吼來找伊的時陣，吼，迄間鏡頭攏開倒過啊啦，因為一開始可能是攏無力還是啥，啊去有的診所就講啊，你這個50間還是你這什麼間，已經開一個，啊你知哦，有當時講啊，無你可能無後擺嘛有嘛，你會講無嘛，後擺有開一個，可是說對人家的人來講，我開刀啊，不止無好處，會互伊的病。嚴更較嚴重，因為吼，因這個病吼，你的壓力、你的外傷吼，你的病情的緊，你做啊戲劇去啊，嘿，更較緊吼，伊的診療更較緊，所以第有當時啊，講有誤診有，因為這個情形足儕人有，我會記得同好笑是黃月水老師，你知道嗎？啊，黃月水老師幾年前就講，有一屆就聽啊什麼情形，因為聽啊暗時困的時候變聲，吼變聲去帶着嘛，聽啊要死，啊，等於想講啊，我攏70外歲啊吼，着50間嘛算賺着。因為我加20檔啊啦，算賺着，所以一般人想嘛講一定是50間，啊有年歲，啊足疼的，啊2間仔頭，啊我一定是50間，啊伊家迄當時想去看，啊可是啊疼個攏無力啦，再去看再講伊迄是旋轉肌啊什麼斷裂，就是咱一般人有當時台灣人吼，因為看醫生足方便啊，啊佫看這醫療的資訊嘛足儕，啊所以看家己攏家己決定做醫生，家己決定家己是啥病。啊去的時陣就甲醫生講，我是這種病。啊醫生講啊你家己攏這，啊咱就安尼醫好。我毋是講生氣，我有當時啊是這個脈絡安尼。啊其實有當時啊就是講一步來甲你看你到底啥毛病。可有當時啊毋是一解就知影，你知影？因為你無一定同少迄種。第二個是吼，有當時啊伊的診斷是對的，可是你的疼無一定甲伊的診斷有關係。像咱史考特醫生有講啊，咱人啊老。骨頭會退化，可是有人退化嘛是有夠用啊。像甲你講，我退化就一定問題，我退化就一定疼啊袂行路。我有退化，可不代表我一定會做疼，不代表我一定免運動。所以有當時醫生有看到你這個鏡頭，講你看你退化呢，可是我會疼，我無運動，無一定是伊，你知哦。所以一看到這嘛，無一定表示你的感受是因為伊引起的，所以這有當時較複雜，所以有時愛有耐心，啊，甲你的醫生講清楚，我差不多什麼時陣疼，我什麼情形，我有什麼情形，啊，這愛慢慢來處理，免講啊，你即擺我來看一屆無效，你一定是袂曉。我感覺這個情形無一定是你想的遐爾簡單。這還佫一個吼，今仔日還佫一個重點，就是要互觀眾朋友了解講，哦，玻尿酸啦，啊，葡萄糖啦，還是講這個類固醇啦，還是 PRP 啦，哦，即擺 PRP 足時行的呢，吼，講安怎拄安怎，啊，有的貴參參，啊，有的一劑吼，8千5千安尼也有咧做啊。素卿姐，到底即擺這個起草是啥物情形啊？即陣這個起草就是講吼，真正流行起來是因為迄當陣，你知影，為美國的職業的運動員嘛開始嘛，人一定來講，迄個林書豪啊，啊，講個啥物人啊，因迄當陣吼，就是受傷人，因迄職業的嘛是拍這啦，做這吼會緩解。問題是，伊有可能有效，有無一種情形是有幫助的，可能對伊的小塊發炎嘛是個小塊撕裂傷，還是個修復，對不對？啊，問題有當時啊用啊傷超過，因為一定骨折啊，啊你骨折甲伊拍迄一通好是會修復，啊做都無效，我會記得同好笑是阮阿姐吼，阮阿姐也做好就是講，我你講，我去做攏無效，我想講，醫生決定講你做 PRP， 照道理是講啥物情形，啊你想要處理啥物問題，咱來決定有效啊無效。準講你已經卡拉夫，啊你的軟骨啊已經攏無甲無去啊，一定骨頭碰骨頭，啊你同好你拍 PRP 會生轉來，那可能。所以你若做毋對，啊當然嘛無效。啊，可以有一段時間實在較亂啦。我感覺講，說實話，你感覺哎呀，感覺去甲診所10個有9個注射是注無共款的，有的是注講你是注迄個葡萄糖的啊空針的啦，啊注迄個 PRP 的啊注迄玻尿酸，無注一檔，感覺這個醫生無夠哦。就是大家攏愛做，啊毋知影為蝦米做嘛，毋知影是毋是會用做，所以我確實有一段時間真亂。啊，所以近年是不是有一個研究出來講，哎，退化性膝關節炎根本有，是不是有 PRP 無效？嘿啊，你說哇，這麼大研究攏出來講伊無效，一定無效啊！哎，健康攏無效嗎？還是講咱做唔對人？對啊，這真好奇。我問 AI 哦，100種答案。嘿啊，
你講你 NI 有這理論，我哪知？基本恁兩個攏對哦，我來請教着洪醫師，到底有效啊無效 PRP 啊？我問這種問題一定是講有當時安怎的。咱盡量講吼，你先講吼，觀眾朋友了解什麼叫做 PRP。哦，PRP 其實就是我們來抽血啦，把血抽出來，可以做離心。離心完之後，把裡面的一些生長因子啊，一些比較幹細胞，一些促進恢復的一些訊號，給離心出來成一個黃色。裡面那個抽做幹細胞裡面。對。還有一些生長因子可以促進我們的組織生長，然後再把它打到組到我們需要的部位去。看我們也許現在是肌腱，也許現在是軟骨，看我們的目標用在哪裡。什麼情形之下有效，什麼情形之下無效？我個人覺得啦 ，PRP 這類的東西吼，它在面對軟組織的治療效果會比軟骨來得更明顯。就比方說，像我們是肌腱韌帶損傷，我們是前十字韌帶、後十字韌帶，我們是一些鵝掌肌群，或者是一些什麼髕骨肌腱這些東西，它的效果是比較有一些文獻去證實它有效的。但是今天如果是面對到我們的軟骨的話，那憑良心講啦，就是你要怎麼去建議它有效還沒有效？文獻上是告訴我們說 ，PRP 用在軟骨上，你要說它能夠逆轉軟骨再生，不一定做得到，但是它可以做到減緩1年以上的症狀。那這樣到底是有效還沒效？這就要講給患者聽。比如講，洪醫師，你的患者，你安尼甲講的時候，伊會當接受講，好啊，有1年我嘛好啊。是啊，那是這樣可以接受，我就做啊。但是那是我沒辦法接受吼，我家己啦，其實我家己面對這款軟骨退化，我很少打 PRP 啦，我個人。對。你都無個建議安尼啊？我自己是這樣。但是也不能說打就是錯，因為它確實可以提供1-2年的軟骨那個症狀緩解的效果。OK，其實呢，我今天還有找何美香老師啊，哈，伊家己吼講腳頭有伊就做幹細胞，幹細胞跟 PRP 有無共款嗎？因為你睇下講 PRP 裡面離心出來裡面有幹細胞，跟做這幹細胞有共款無？幹細胞有點像是 PRP 更進一步我們去發展的東西，因為像 PRP 我們就是想要去離心出一些幹細胞，或者甚至目前還有一些 BMAC， 也是要取我們的骨髓內的間質幹細胞去出來，能夠離心打到我們的不管說軟骨啊或者是軟組織上面。那幹細胞基本上是延伸至的概念，希望說能夠更集中這一類的營養的物質，然後能夠更強化我們的軟骨的治療效果。剛剛我假爆趕快了，有一點，但是這也有一點攸關到我們目前對於軟骨退化這件事情，在這幾年研究上是有在改變觀點的。因為像過去會覺得說軟骨它其實就是一個機械性的疾病嘛，它就是就磨起嘛，就我們就是隨着時間我們就不直接磨掉嘛。但是這幾年的文獻開始逐漸發现說，不完全，它其實也有混着一部分。有點像風濕免疫性或是發炎性疾病的概念，它是先有軟骨磨損了之後，然後這些造成了一些膝蓋內的免疫反應，而產生膝蓋內的發炎。那膝蓋內的發炎又進一步造成軟骨更多的破壞，那破壞了又造成更多軟骨碎屑下，那就變成一個惡性循環。那有時候我們不管說打 PRP 或幹細胞，有的時候我們是想要去打斷這個惡性循環，去改變那個裡面的免疫環境，去阻斷這個循環，來至少不一定做到說真的完整再生軟骨，但至少不要讓它再快速惡化下去了。那這樣也就解釋說，為什麼不一定能夠再生，但是它可以緩解症狀，甚至長達1-2年。OK， 我趕快的問題，我請教洪醫師，你也看法咧 ？PRP 您敢沒在做？有，來，我舉個故事哈。我前陣子有一個45歲的男生哦，他身材蠻好的，打籃球哦，還45歲打籃球，代表說體力什麼應該不錯哦。他就是有一次拐到之後，膝蓋就一直痛哦，到處看醫生，打過葡萄糖，打過類固醇都沒好哦，他就來我這邊。我也一開始試着說用比較保守的方法，比如說練大腿的肌力啊，吃消炎藥啊。2個月過去沒有好，我就跟他討論說，要不要打 PRP？因為他年輕，受傷沒有很嚴重，
啊，我看起來他的情況應該蠻健康的，沒有抽菸喝酒、糖尿病。我就說，我覺得你打下去應該撐個1、2年沒問題。我也都跟他老師講，這個不是一勞永逸，試試看。好，打完之後1個月回來完全不痛了，他又打籃球了，他很滿意，他覺得不錯。這個醫生講的。佫等於拍下去。對。啊，不是啊，佫來這樣你跟我們建議。那我剛才講說，你還是要練肌力啊，打球就小心一點，然後也是有一點點年紀的，不要把自己當成是20歲的小年那個年紀。意思是高人做也高人打啦。還是對，但是他很喜歡打球嘛，很喜歡打球的人，我覺得也是很欣慰，因為願意運動哦，實在是好事情。哦啊，另外一位哈，就是一個70歲，哦，一個女生啊，她比較體重比較重啦，啊，膝蓋很痛，走路都已經像企鵝一樣那樣子一拐一拐的哦。啊，我幫她看哦，我說啊，這個退化軟骨真的是磨得比較厲害，她就問我說，PRP 有沒有效？我就說不用想了啦，因為年紀超過65歲，我經驗是效果不太好啦。啊，再來他，你的設計對別應該是講你要先減重才有糖哦。我第一個就這樣跟他講啦。其實我們退化性關節炎，我們都先不要講這些什麼打針吃藥的。其實第一步應該是要有過重的，一定要減重。體重降下來每減1公斤，膝蓋的負擔減少4公斤，因為我們有一個槓桿原理，所以減掉2、3公斤，你想想看，膝蓋減掉10幾公斤的負擔，差很多呢。啊，第二個一定要運動就是我們一定要去強化肌肉的力量，不只是讓關節更穩定，其實運動本身就有抗發炎的效果。所以講到底 PRP 到底在你的心目中是有效啊無效？我覺得在適合的人身上用。有時候真的蠻好的，像一些比較年輕的人，受傷不嚴重，所以愛判斷講受傷較無嚴重，較少年的，對，身體狀況好，沒有得到什麼很多慢性病，吃一大堆藥，對，無啥物，安尼會使來試看賣。對，到達為止，佫是有效的人，有效嘛，會使安尼講嘛吼。那你還是要跟他們講說，要有一個正確的預期，不是打完之後哇，全部變成新的，沒那麼好，可以撐一下，但是沒辦法。來，我要請老先生哈，老先生就無同意講愛食藥啊，創啥物吼？雖然伊是醫師啦吼，副市長，你認為 PRP 啦，還是這個保留酸啦，是保留酸啦，還是這你感覺有效啊？無效？我講話攏會得罪人，所以。別，來，你這先擺，你講話，你講。這是阮台大的一個復健科的主任，伊叫伊的主治醫師來做全世界的，或者統合分析啦吼，統合分析，全世界有做 PRP 甲無做 PRP 的，對迄個拄仔因咧講的退化性關節炎，結果沒有效。無效是。零還是講？我對講沒有顯著差別。我是讀了個生病寫出現的，所以就無顯著的差別。莫講有效無，就是講沒有顯著差別啦。啊，玻尿酸本身我是來反正開玩笑講，這是潤滑劑啦。啊，這不是講吼，大家做攏一定有效啦。所以你要做我無反對，但是我無咧做。我是愛先甲你講清楚。你這樣會酸骨輪跳骨折？我3工走10公里。哇，你別問啊！第三，伊就較早足儕人愛用的就是類固醇。嘿，較早我看過因安怎做，阮某就是曉一個，甲做類固醇。哦。嘿，我講你都毋免你食止痛藥啊，就好，啥物藥食甲袂痛，就甲停掉無代志。你藥劑真好，無要緊。你藥劑歹，我來用別種藥啊，安尼。啊，伊無愛相信我的話。伊走去阮遐，去遐做一個類固醇，結果無做着，血緊破去。哇！所以迄類固醇規樣黏佇迄個骨輪誒，佇迄個胯關節迄個骨輪頂面。5個月前我就完全好哦，足筋骨誒，連迄軟骨盤都足水哦。5個月後變粗表表，哎，甲狗爺就。我講你是去創啥？伊在講這個故事我聽，我夭壽。哇！做一個叫破去，伊講規個第2天規個迄個邊個攏烏點出血啊！我講根本都無做入去啊，是血管破裂啊，這害死骨頭就去。所以，意思你意思是講，伊做唔對所在，還是講根本就不應該做這個？第一是
老實講，伊的病不適合做這個治療啦。啊，第二是伊做了唔對去破去，迄打錯的地方啦，哦，就是無去回搓，無注意，就做那個倒落去。安尼，例如，如果若不愛做 PRP 啊，支持性的治療之外，咱人如果若是酸骨輪疼骨折啊個退化性的這個關節炎的時陣，你會建議創啥物代誌？通常我就拄仔講啊，迄對外口看入去到內底嘛，吼，過來是驗看你有風濕，還是有遐其他的自體免疫的毛病，就算有懸無，有幾好啊歹，安尼了，若講看伊鏡頭用藥啊，若是你若看伊講，真正是手甲真厲害，我會甲直接講你請骨科甲你看，吼，這可能有需要動啥物刀啊，吼，請伊甲你做參考。如果若毋是，若看到講，這還未到動刀的地步，但是比如講椎間盤突出，吼，能骨頭照出來，找這個，嘿，對着，迄種你咧照起來，我用迄個核磁共振照起來，你就明明就是吐出來嘛。吐出來都愛找復健科的醫生，伊會甲你處理，講要安怎熱敷了個牽引治療，安尼，有耐心嘛。我家己較早真大張官，莫講殺人啦吼，坐輪椅來互我看，我講你這照起來就是電腦，就是椎間盤突出嘛，有就好啊嘛，伊就叫別個大病醫看，莫講迄名，伊講這馬上開刀無會死啊，就啥咧甲我罵咧，伊講。別人講愛開刀先，你講愛做復健就好。我講無我叫我同學，台大迄個外科神經外科的教授來甲你看好無？來你公司看好無？看伊講對啊，這是椎間盤突出啊，這你若開迄個有藥就好啊，那就安尼就相信啦吼。就阮日這病伊就有3個月，本來坐輪椅3個月爬起行。所以第一要有耐性。對。第一有耐心，第二要診斷對啦，要診斷對啊，找到醫生，找到迄個老師，安尼教你做，安尼教你有，自然就好啊。這大家都愛聽吼，就你無資本嘛吼，你先想好，再來找看要找啥物醫生。蘇芬姐，這一般來講吼，即擺市面上，你睇下講啊，空針的啦，這我也做過，我也拍過，這個類固醇的我也拍過啦，吼，有這個葡硫酸的我也拍過，葡萄糖的我也拍過啦，PRP 我也拍過，人工關節我也換過啦，吼，連你個關節鏡吼我也做過，但是我還是認為講，我感覺這目前真濟人對。因為老齡化的這個社會愈來愈多，大家對這個酸骨輪疼骨折，苦樂沙明那都啉的就有效。今麥還有人因為這是差不多10幾年前開始流行的哦。今麥還有真實行嗎？今麥趕快真實行，因為大家想講食啥補啥嘛，所以吼，軟骨素愛食嘛，第二型變性膠原蛋白愛食嘛，玻尿酸愛食嘛，啥物攏愛食嘛。問題是吼，營養之外的物仔佫較重要。我定講吼，做早進前啊，我甲阮阿嬤講因迄輩啊，因攏做討厭去換關節，因攏講吼，本來佫會行，擺行。去做了關節吼，我袂行，啥啦？因為伊攏拖甲足嚴重啊，拖甲你迄毋是骨頭會變形啊，你規個攏代償你肌肉嘛問題幹嘛？你毋敢叮當，你知影？所以換關節吼袂曉行。即擺有當時講，你實在是攏是無了了，佫做疼，你愛開刀的時陣也是愛開刀。問題是免開刀，這個人愛安怎處理吼？這才是同重要啦。我感覺第一個問題就是講，之前有一個復健科醫師甲我講吼。你是安那？你這個年歲，人嘛，這個年歲，總共你也比別人較嚴重，還是這個問題？有當時是你的習慣無好，對不對？係啊。我的運動唔對嘛，我的姿勢唔對嘛，我的時間做傷長嘛，對不對？問題是我即擺去看思考特好啊，思考特甲伊講，所以吼，我用第一站代志甲伊做，先甲你止疼，對不對？因為
拄啊，洪醫生咧講啊，真濟這退化有當時你這發炎你無先甲動起來，愈來愈嚴重，所以我先止疼到發炎對不對？好，第二，我即擺來看，你是毋是實際上有啥物問題發生？啊，無我先來開始教你講，安那用你的肌肉，安那正確的姿勢，同好你轉去就有正確姿勢。你一世人攏安尼，你因為王醫師甲你講一解，你有正確姿勢。好可以。好啊，所以伊即擺用了止疼轉去，有效有直直的時陣袂疼，對不對？啊，有效過去啊，無佫疼起來。王醫師就無效，伊佫疼，因為你無解決我的問題，我佫咧疼。啊，問題你這個姿勢關呢，所以即擺變講，伊就甲你講，所以你要開始練，吼，練啥物？練新的習慣。到底我是安怎用安怎個啥物姿勢？啊，我可能是啥物情形造成我安尼？這個部分較重要啊。可是你即擺等即擺人佫講無時間吼。啊，醫生嘛，看有一個會曉。啊，無啊，醫生嘛做無用，伊要教你這我問你，我開一粒藥啊，攏總幾分鐘？我教你這我愛偌久？所以有當時真現實啦。我講實在，運動有效，一定有效。之前王醫師啊，有跟我合作拍一個影片啊，吼，阮有一個節目安尼，迄足夠注意就是教人安那練運動啊。迄下面留言講，這姿勢這樣有效，我咱們家裡練習之後，我這樣袂疼的。啊，就是講有當時這樣你就是欠的，毋是運動啊，毋是藥啊，毋是手術，是你的運動，甲你的姿勢，甲你的習慣。啊，問題是咱是毋是每一個你去的每一個醫生，咱即擺醫療的制度攏會允許伊用遮爾長的時間來教你講你安那運動、安那姿勢、安那不良的生活習慣啊，還是叫你去食久了三明。這吼真歹講咧，迄小等互副署長來發揮一下，伊就查這塗藥啊，查了足濟吼。但是毋若是塗藥啊，即擺攏包裝起來，我毋是講迄種歹啦吼。這到底是要安怎食啊？敢若藥品啊，敢若食品安尼。不過兩位吼，先愛甲咱有一個正確的觀念吼。今日這個咱洪醫師啊，摕了真濟資料吼。你互咱看者，你的手幫吼，咱一般的這個發炎、肩胛頭的發炎，咱家己有當好覺察無？還是講無咯？你反正你若聽，你就來找醫生就好啊。還是講你的建議是啥物？好，那這張圖基本上是我們在講我們的50間啦。好，那50間基本上它基本的概念呢，它就是我們的肩膀吼，它正常的關節囊應該是像這樣子很健康的，但是它也許是因為免疫，也許是因為不動粘連，很多種原因造成說我們整個關節囊整個發炎起來，造成一個整體的粘連，就變成是個我們肩膀抬不起來的50間。對，那這個的治療哈，一開始通常還是先從復健着手，先透過一些動作，慢慢的去看能不能單純的把這個把角度拉出來。那真的沒有效的呢，通常就會進入到第2步，看看說是不是我們要來做所謂的關節囊內注射，做關節擴張術，把裡面的這邊發炎的地方整個給撐開來，或者是進去開刀房。啊，這個時候你就要注玻尿酸。不是，還是做生理食鹽水，大量的生理食鹽水，含着一點點的類固醇去降低這個發炎。生理食鹽水大概50cc 以上的生理食鹽水，把它整個撐開來，然後可以較骨的啊咧哈。把這個粘連的所在啊，全部都整個要把空間創造出來，打開來。對，這個是第2步。那第3步有時候真的很頑固性的。有的時候我們就會，像我們運動醫學科可能就會做所謂的微創關節鏡手術，真的像是比方說像我們這邊影像中看到的吼，這種就是我們關節鏡下看到的景象，裡面全部都是一整片的發炎，然後這些都是紅色的粘連組織，包括說這個是更明顯的，這個是正常的關節，這個是一個有50間，我們叫做那個粘連性關節炎啦的。全部都是紅色的粘連組織。那我們關節鏡下呢，就面對頑固性的，我們就可以去把這些粘連的組織全部都清乾淨，保證我們後續的活動度是 OK 的。但是不管我們做什麼東西，開完永遠都要搭配着運動跟訓練，維持這個活動度。包括因為我運動醫學在澳洲進修的時候，我們澳洲的老師很喜歡講一句話，叫 “Motion is medicine”，就是運動是良藥啊。你沒任何的治療，不管你打針也好，手術也好，你沒有加後續的訓練，永遠不會根本性的解決。哦，所以跟他甚至你的意思，他迄紅個所在，甲留起來，
是，就這個都清起啦，都清掉，全部都清掉。如果關節鏡的話，可以這麼做。哦，但是在那之前，那是最後一步，面對50間的治療。那當然在前面，我們可以先嘗試針劑，可以先嘗試麻醉凹手，可以先嘗試純粹復健。啊，真正弄不好，啊就考慮愛開這款微創關節鏡的手術。哦，啊，那是復健科，你會安怎處理呢？哦，這個我很會。我覺得50間哦，真的最大的挑戰，其實在診斷正確。就剛剛我們講陳幸雲小姐的事情，她可能診斷不正確，她就拖很久。但是復健科有一個特色哦，就是我們有超音波。哦，超音波在過去10幾年真的是革命性的翻轉了我們骨骼肌肉診斷。因為以前的世界，我們就是必須要給動一動啊、凹一凹啊、看角度，然後拍個 X 光。哦，當時那個電光會去炸掉。其實哦 ，X 光可以看到骨頭，可是看不到像我們這些軟的東西，像我們的肌腱啊，我們的這個都可以用超音波可以看到。所以，而且哦，我們在2016年左右，日本啊發表了一些研究哈，讓我們可以很確定的診斷50間。所以我講不誇張哈，大概10秒鐘以內，我超音波放上去，我就知道是50間，還是這個旋轉肌的問題。你跨嘴啊？對，我真的看很多。我們每天大概都診斷個3到5個新的50間的患者，所以我的經驗很多啦。所以說，我覺得其實最大的挑戰在於說，先把問題搞確定，只要確定之後，後面其實就順順的。像50間的話，除了復健的話，我其實覺得打這個關節擴張術效果一般來講都蠻不錯的。如果是肌腱撕裂的人，我們就通常是做運動、做復健，3個月沒有好，我們才考慮注射，或者是甚至有些去開刀。只要把一開始的那個路徑搞得很清楚，其實病人跟醫生都會很有自信，就是我知道這個病大概之後是怎麼演變，出了什麼問題，我們可以怎麼走，就不會到處無來無去啊。對。所以要是要找到先生，要捌的，要知啦。對。咱若是找到副署長的，你會叫50間的人愛安怎用？差不多啦，因為我那個患者講，大家人攏會對啦，每一個人一世人攏會對啦。你幾歲要來我唔知，有當時40、50歲才來，有當時70、80歲才來，所以伊號名做50間，根本不一定是50歲才來。所以是跟年齡沒有直接關係，無迄個直接關係啦。第二要讓清楚這是什麼診斷。到底是不是別種病無？哦，你若別種病，你個當作50間，一聲。請教一下，恁看守敢有50間過？目前還閣無聽伊講。不收一個。目前因為我介所以還敢無講伊肩胛頭疼，還閣袂，但當時要聽我唔知。沒啦。我家己聽過，我知。副署長你家己聽過？我聽過。你安怎治療？就。聽我就食藥，無就做運動，安尼，慢慢就好去啊。無去找同業要甲你看嗎？無啦，我就家己處理啊。你來升級升甲安尼？我都無錢，愛看你。不。所以第二要正確的診斷。第二像因講就是講，專家的意見是要做復健，還是要做迄個治療？有耐心，因為對因兩個嘛講過啊。這是一兩冬的代誌，1、2年的代誌，不是1、2工的代誌。所以你莫講藥食無效，那有可能簡單哦。做一個下食藥，你2個禮拜好去，無可能。所以有耐心等。要有耐心哈。還有一項要請教蘇慶志啊，我特別去請阮的同事去查講有健保無健保啦。這保留酸是有條件才會給付哦。而且這健保敢若給付佇骹頭有安尼，而且審查真嚴格，6個月保守治療，6個月正式，你講正式講安尼無效，所以我才會來甲你拍這個保留酸。你退化的程度袂當傷輕，袂當傷重。這規定足濟。若 PRP 完全攏無嘛？係啊 ，PRP 攏是自費啊。係咱健保是安尼啦，咱健保也叫做實證醫學為證據來決定給付嘛，吼，你賺偌濟錢，我就付偌濟錢嘛。雖然因為咱較高溢價，所以有當時人較俗一寡，來，吼，伊就是講，我看你證據啊，吼，你真正有效，
啊，真正真好用，啊，當然我就付錢。所以伊的限縮做嚴格嚟講，我感覺對這個人可能有一段時間是有幫助的，所以你用拍。可有我講實在，有當時做古錐，伊還有當時嘛，感覺有一種流行，你知影？因為 PRP 還未出來進前，正講就是玻尿酸，啊，迄當初有一部分的診所吼，你去吼。規排就是等拍玻尿酸的啊，係啊，啊幾個月去做一擺啊，啊我一個朋友救命，啊因母啊，迄趟就是講，哦，因為去做玻尿酸吼，伊攏愛了特別大聲，現在伊講母啊，現在去做是毋是特別疼？咱別個攏無安尼疼，我毋知啊，現在有個人會足疼，啊可是伊講做迄檔了，確實有一段時間會較袂，會感覺較爽快，啊所以可能你安尼啊效果伊變化滿意，啊我生活嘛感覺生活品質提高，安尼付嘛是合理啊，歡喜甘願啊，根本叫有發聲，係啊啊。發了真大聲，啊！你講同好根本咪感覺啊，這個程度是有這個人可能是有幫助的，所以就付嘛。所以我感覺合理啦。啊，主要即擺無付就是講，你無一定愛用這種方法。咱醫學即擺有別種的方法，咱健保用提供的，啊，伊療效無比伊較差，所以我無必要去付一個較貴的物啊。所以這是健保的哲學嘛，吼。所以伊就無付。啊，你講，可是我感覺我特別有效啊。個人化的差異，我袂用感覺，因為我總有100個人，有2個人這樣特別有效。迄2個人我甲即馬科學咧，可毋知伊是安特別有效。啊，我無可能為了這2個人，我講啊，我健保來付錢，吼。所以這就是安尼，就無辦法。你若講無啊，我講我真正有效，我感覺健保應該付錢個，歹勢，因為咱即馬的實證醫學，伊就甲你講，阮即馬方法並無比這個較差。啊，佫比這個可能經濟實惠，我無必要付迄啊，所以即馬是啊。可是我感覺民眾冇一個概念啊，你一定要知影你到底即馬家己做的是啥物治療？係啊，啊你是啥物病？就你是啥物程度？我歹勢講啥物人，我厝的真正，等來你問伊吼，講你到底是啥物病？你安全你講袂出來？講袂出來啊，係啊，你啊像講病名攏是退化性關節，啊你第幾級？你敢毋知？啊毋知啊。啊，所以你別講人迄個治療有效，啊，我應該做。恁2個根本攏是退化性關節，可是恁的級別無共款啊，所以恁需要的治療本來就無共款啊，啊，毋是聽伊講。啊，佫一個抗戰，迄敢若叫做 Kjellgren-Lawrence 的分辨嘛，嚇，是一種退化性的關節，講是 Kjellgren-Lawrence 啊。對，是毋是？是。啊，佫甲你分，伊甲你分4級嘛，對不對？有4級，看你迄軟骨啊，伊啥物情形嘛，來決心嘛。所以有當時啊，這就是我回歸原來就是講，你對你的生活要求偌懸，啊，你對疼這件代志，你的感覺有比別人更嚴重。我舉一個例子。因為即擺真濟手術嘛，做儕選擇，不只講那個注射這儕型吼，手術嘛做儕選擇。係啊。啊，之前我訪問一個董事長，伊做古錐哦，伊吼本來足嚴重的退化性的膝關節炎吼，偌嚴重。伊講吼，伊因為實在太疼，啊，可是伊太愛拍高爾夫球啊吼，啊，所以呢，伊去拍高爾夫球吼，伊去果林吼，伊攏愛倒退路，因為伊安尼起哩伊足疼的。所以伊在倒退愈起，你知道？啊，可是佫足愛拍高爾夫球，別人就甲伊講：啊，你是遮爾愛拍球，啊，你佫迄落，你哪無愛去開刀？迄畫人工關節，伊講你著無了解，你著凊啊。因為我畫人工關節，我無即個角度啊。因為你著拄仔講你的髖關節連安尼嘛袂使嘛。啊，所以我換關節的時陣，伊講我著免安尼無即個方向，我著無辦法做即個動作，安尼我人生著無樂趣啊。所以我甘願安尼。啊，結果啥物情形伊去手術？到尾啊，即擺有一寡微小的關節置換，伊毋是規個給摕去共，規組的，伊毋是規劃規組，伊就一個部分零件出來，一部分的迄種。啊，迄當陣解過，我即擺毋知有較俗無吼，迄當陣解過，伊就歡喜干咧，伊講我咧講，吼，找着方法，伊隨去做，伊講不誇張，伊手術的第2天人來看醫院去開門。啊，所以聽起來我的人生還佫有希望。有希望，就是我會講就講，即擺其實不止這注射，啊不止種保守的治療，而是復健的形式，還是手術，做這款。所以你一定要知影，第一你是啥物毛病，你啥物程度，啊你想要啥物款的生活，你同在意的是啥物，啊你有偌濟錢，啊健保有無？啊一項，你才知影，倒一項是同適合你的。上尾吼，
這只要6分鐘左右吼，兩位吼，互觀眾朋友一個概念，就是講，我要來看我的酸骨輪疼骨折，我的腰脊骨酸痛，啥物？我要無愛疼，甲要互完全治療好，這什麼定義？像頭拄2位醫師攏講啊，3位醫師攏講啊，有當時是會好袂完全，但是你袂疼。啊，有誒是講啊，這個無法度個恢復到上早你少年時陣，哦，這安全都安全。咱這面對治療的時陣，面對病痛的時陣，要安怎來想呢？來，翁醫師。這個當然第一點就是我們診斷還是永遠要正確啦。迄不是卡洛夫疼就一定是退化哦，嘛是有人卡洛夫疼看攏講是退化，其實不一定哦，因為也有可能膝蓋痛其實是個髕骨肌腱炎，也可以是個鵝掌肌腱炎啊。那是這款的問題，是做一針加訓練就好啊。所以不一定就安尼就望一定是迄退化攏無救啊。就像副主任看就都會配成安尼。是啊，真正是愛理學檢查檢查好啦，要下去檢查，確定是不是這樣的問題，然後影像要跟人的症狀對得上，我們才能說嘿就是這款的問題。哦，要是因為我們是在治療人，不是在治療影像啊，嘛有可能迄影像最嚴重的是人都好好的無代誌啊，嘛是有可能啊。嘛有重大的。對啊，嘛是有可能啊，對啊，所以主要是第一診斷要正確啦。那第二個就是說，確實像我們剛剛說的，要看我們的需求到底到哪裡。比方說，像今天假設一樣是個50-60歲的人好了，那一個50-60歲的人，他還很愛打籃球，還很愛打網球，那也許他的軟骨損傷是2級，那這個當然就會跟說，同樣一個50-60歲，平常就走走公園、散散步而已，對於關節對，沒有什麼高階運動需求的關節，其實我們的選項也會不太一樣嘛。對關節手術也是有很多不同的方向可以做，所以這個是要依每個人來選擇他最好的需求。好。啊，那王醫師，要請你回答就是講，咱人體的骨骼啊、組織、軟骨安怎，什麼物件是歹去就無效啊？就是無法度來恢復啊。啊，有誒，又講講精神話，啊，佫有救，啊，佫有機會。啊，有誒是講，我有當甲你醫甲袂疼，安尼就真百面真讚啊。我們人體最難修復的地方哦，一個是神經，還有一個是軟骨，這2個東西壞掉哦，很困難，這個是醫學上很棘手的。可是如果今天是50間，基本上我們都有把握可以恢復到90分哦。那肌腱撕裂斷裂，其實雖然不一定能完全恢復，可通常也都可以到還不錯的情況。然後，所以通常我們在確定診斷之後，我第一件事情其實會建立病患的預期。我覺得這個是好醫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說你這個就是以後多少都會有點痠痛，可是我跟你講，你好好運動，你可以去爬山，爬山下來之後你可能痛的話冰敷幾天就好了。讓他建立這個觀念，我大概可以好到什麼程度？大概需要多久的時間？啊，病人就不會回去一直擔心，要去看其他醫生，一直到處求醫。我覺得不同的病要建立好他的那個觀念預期，有些就是1-2年就好，那他就不會每天想說，怎麼還沒好？我要不要吃這個藥？要不要去看那個醫生？或者是如果他膝蓋退化，他就知道說就痛了，那我是不是沒有好好運動？我是不是沒有好好減重？所以我覺得好的醫病關係，其實第一次就要建立好他的預期，一定要讓他出去的時候可以講得出來，我是什麼病，我要做什麼多久會好？對，要多久會好？那副局長呢？你若面對這種病人，你安怎個建立這個觀念啊？通常我是講叫伊正式健康診斷，再來做治療。尤其是老大人伊咧發疼，不一定是關節還是骨頭問題。定是因為肌肉流失、肌無力，所以伊無法度通去靠肉行，要用骨頭咧行，行到動袂掉。所以種你來叫伊愛飲食蛋白質要食有夠，安那運動。訓練到會講，伊肉個曬成倒轉來安尼，有咧定來用，安尼才可能袂疼。所以嘛是愛動態的看，伊的年歲，伊的生活習慣。若是比如講，這看起來就安行路安尼拖拖，這就是知影講伊肌少症。無力，肌少症無力，再靠食飲食加運動安尼。若是短時間要安怎處理像這種肌少症呢？
要行路一直拖一直拖。哎，你繼續講不要緊。好，對不起，再問一次。不要緊，我的意思是講，但是肌肉看起來就是愛行路一直拖，行路拖刷這種。我安尼拖。